唔知呢兩日節假日各位 fans 去邊度 wet 咧嚇？我哋就做牛做馬，同各位 fans 發掘咁多嘅優質筍盤靚盤嚇。廢話少講，唔囉嗦。OK， 同大家打聲招呼先。Hello， 親愛嘅 fans 觀眾朋友仔，大家好啊！又係我你哋嘅 Tommy。嗱，咁今日咧就帶各位嚟到我哋十里銀灘5期維港灣睇一套正南向104平3房2衛嘅一套單位，樓層唔會太差嚇，中低樓層。咁露台咧仲同大家封埋個窗嘅，呢度又慳翻2萬幾蚊啦嚇。重點就係呢個單位價錢非常吸引嚇，刮發掘出嚟嘅嚇。呢個單位幾錢咧？54萬8，仲帶埋一個車位。呢個單位有部分嘅訂製櫃啦，家私家電齊全啦嚇，冷氣都係用嘅格力1級品牌嘅。今日天氣有啲凍啦嚇，唔好講太多啦。但係咧一睇到靚單位，仍然阻擋唔住我一顆熾熱的心。廢話少講，嗱聲一齊上樓碌一碌先。咁而家我哋就上到嚟呢套單位，一套正南向嘅單位嚇，104平方3房。咁佢呢一套係邊位嚟嘅？嗱，可以睇到佢呢一個隙位咧，你就可以做翻個鞋櫃啊，到呢個位置嚇，而且仲同你做咗呢個防蚊紗窗。樓層咧就中低樓層嚇，咁再睇埋佢廚房咧，一入到嚟，咁104同101咧，其實大同小異，就係呢個廚房，佢呢條門咧嗱窄咗嘅。如果101平咧，佢嘅門嘅闊度係去到呢度。當然佢飯廳嘅位置咧都係大咗嘅104平嚇。咁講翻廚房狀況先嗱，有居住過，但係咧保養都係算 OK 嘅。呢啲瓶罐啊，到時所有嘢都會同你清走晒。雪櫃好新淨嚇，冇任何氣味。咁呢部係海信嘅一個雪櫃啦，一個雙門大2層推拉嘅一個大雪櫃嚟嘅。講真嘅，佢放喺呢個位置，我就覺得有啲龐突啦嚇，突咗。哦，佢仲未推返入去，到時拆咗呢個包裝泡沫就 OK 啦。咁再講返入邊嗱，用咗一部16升嘅一個熱水器係夠用嘅嚇。再睇埋呢啲瓶罐啊，呢啲所有嘢都會同你清走晒佢。水壓咧都係冇問題嚇，非常之充足。入邊都係好乾身嘅，好乾淨嘅。OK， 冇話滲水漏水嘅，一個雙芯盤嘅設計嚇，雙槽設計非常好嚇。呢邊就洗碗啊嚇，然之後呢邊就洗菜啊，就唔會話洗潔精啲化學共用一個池污染啦嚇。咁再睇埋有一個明窗嘅，當然啦，夏天煮飯仔嘅時候就唔使擔心話心水心寒嗱，一打開非常通風涼爽啦。天然氣表都係同大家報裝好嘅嚇。OK。再行翻過嚟右手邊呢個煮食嘅位置，油漬就肯定有，清洗下佢就 OK 啦。呢個灶台咧用嘅都係萬家樂，當然啦，佢放盤有一段時間，所以佢有一段時間冇住，你睇到比較污糟邋遢，但係咧抹一抹佢就 OK 嚇，清洗下佢。手等關埋個窗先 ，OK 嗱，咁廚房大致上就係咁嘅情況。咁再行翻出嚟咧，佢呢個玄關走廊位呢個櫃咧，你睇到。甩皮甩骨啦，起埋無刺啦嚇，換咗佢呢個鞋櫃啊。到時我建議就喺呢個位置直頭拉到呢一度，做翻排日常櫃啊、訂製櫃啊嚇，靚仔好多。然之後咧，牆面啊呢啲區域都係冇問題嘅，就係呢度咯，有一條頭髮絲咁嘅乳膠漆，乾裂，到時補佢，買一瓶嗰啲自己碌嚟碌去嘅60-70蚊一支立邦啊、多樂士啊就 OK 啦。咁再行過嚟右手邊咧，就係佢一個飯廳嘅位置嗱。佢飯廳咧係闊咗，直頭係擺張圓台，坐8個人都係冇問題。當然我建議，如果你擺翻呢張台嘅情況下咧，呢一個位做多一排餐邊櫃喺度，咁有咁多嘅收納空間，啲紙巾啊嚇，生活嘅日常用品啊都可以收納喺呢度嘅。可以睇到佢呢盞燈咧都係換過晒，點綴。呢個客廳嚇比較現代輕奢風，咁呢啲凳啊嚇灰塵係比較多，抹一抹佢就 OK 啦，大致上冇任何問題嘅。嗱，再行翻過嚟講下佢呢個客廳嘅區域，冷氣係同大家配齊。其實呢個單位講真嘅，搞衞生做翻一排櫃嘅話，
就可以直頭入住，唔使去點去大則大狗嘅嚇。咁呢一張咧係一張科技布嘅沙發嚇，當然都係好新淨。呢隻顏色咧就襟污糟啊，襟睇。抹一抹佢都係 OK 嘅嚇，非常軟熟。咁再睇埋冷氣都係同大家配齊啦，一部3匹嘅櫃機，然之後配埋呢個茶幾。電視嘅 size 咧都算 OK 嘅。65寸，其實咧擺翻部75寸就更加完美啦嚇。電視櫃都係配好，只不過真係佢肯定係擺咗一段時間啦。你睇到入到嚟好多灰塵嚇。咁再行翻嚟睇露台，重點就係呢個露台嘅啫。嗱，一個超大嘅觀景露台嚇，長度咧係去到6.6米，闊度咧係1、2。死啦，數學唔好添，1.2米、1.5米嘅，唔好意思嚇。咁最緊要就係睇呢個景觀嘅啫，俾大家睇下。而且封埋窗嚇，呢套單位係正南坐向，園區景觀、小區綠化啊，望園林、望綠植，視野都係非常之開揚開闊。因為佢樓間佢足夠闊，就唔會話俾人有一種壓抑嘅感覺嚇，相當舒服。而且中意封窗嘅 fans 咧，嗱呢套單位可以首選手睇，嗱俾大家睇下嚇，啲封窗材料啲手工都係非常靚嘅嚇，呢度又慳翻萬幾2萬蚊啦。咁再睇埋呢個位啦，擺咗部簡易嘅洗衣機，其實我覺得可以掉咗佢呢度做翻個日常櫃嚇，旅客金嘅櫃，咁大致上冇太多嘅問題。OK， 咁我哋再行翻入嚟講下佢內籠房間。沖涼房嘅一個保養狀況，嗱玄關走廊位牆身呢啲好乾淨，白雪雪滑捋捋嚇。咁再行過嚟講下佢呢個客廁先，嗱一個下層式嘅乾濕分離區啦，3節疊嘅玻璃趟門嚇，出入係非常方便。咁馬桶位呢啲好新淨，只不過都係嗰句買翻嚟俾幾百蚊做翻個開荒保潔。浴室櫃啊，呢啲水壓完全都係冇問題嘅，但係我建議就呢個鏡換咗去配翻呢一隻色。做翻個浴室櫃鏡，入邊有收納空間嚇，同樣都係我哋嘅一個鋁扣板天花吊頂。OK， 咁再行過嚟睇下佢呢個陽光房先。哇！喺呢間房間嘅景觀唔差喎，其實嗱，你睇唔睇到？雖然話唔係望海景，但係望我哋園林呢個綠植景咧都係非常之 OK 嘅。咁再睇埋對面咧，唔使講啦嚇，望住人哋嘅騎樓，所以佢窗簾布長期咧都要咁樣拉嘅，但係完全唔影響佢一個採光嘅，因為佢有呢個景拉到呢一個位置係足夠。咁佢呢間房咧就擺咗張1.5米嘅床嚇，就冇做任何嘅訂製櫃啊、榻榻米之類嘅。但係床墊咧好新淨，可以留翻低用嚇。咁如果你哋想話要改造啊，唔想咁齋嘅情況下咧，就貼住埲牆做翻一排訂製櫃，床腳尾咧就拉翻排榻榻米，而且床底咧又可以有收納嘅空間嚇，咁地磚咧都係我哋嘅一個木紋地磚啦。冷氣係用嘅我哋一級節能格力品牌嚇。OK， 咁我哋再行翻過嚟講下佢呢個中間客房先。嗱，呢個客房咧就有做櫃嘅嚇，同樣係訂製櫃，但係咧我覺得佢呢個訂製櫃做得唔係幾好。你睇下嗱，過嚟點解咧？佢冇將呢個空隙位利用起身啊嚇，所以好呢度會藏灰啊嚇！你搞衞生嘅時候都唔好搞。當然啦，你到時你都可以切咗呢個櫃，貼住埲牆做翻一排日常櫃嘅嚇。講翻其他細節先，床啊都係一張1.5米嘅床嚇。你睇到其實你擺張1.8米嘅床係足夠，然之後換嗰個櫃做翻個趟門嚇。不過佢呢個櫃啲料都係非常 OK 唔錯啊。咁牆面啊、牆身啊呢啲當然都係冇問題啦。好乾淨企理嘅，冷氣都係我哋一個格力品牌嚇，非常之新淨。再睇埋佢呢個露台咧，可以你睇到嗱，佢呢個客房有一個露台可以通出去嘅，佢嘅景觀視野都係非常之開揚嚇，一個採光都係非常好嘅。因為買單位除咗景觀咧，第二就係一個座向啦，第三就肯定係一個採光性啦嚇。咁再行過嚟講下佢呢間房間。主人房嗱，呢個訂製櫃就做得非常好啦。入邊有私人物品，我哋就唔開人哋嚇。咁再行過嚟講下佢呢個主人房嘅套廁，都係一個下層式嘅乾濕分離區。如果有留意過有一隻單位咧，佢唔係用呢啲咁嘅推拉門嘅，因為你唔方便啊，左手左掟嚇。
我就建議做翻個弧形嘅推拉門，咁出入就方便好多嚇。因為佢時間耐咗咧，熱脹冷縮咧，佢有時呢條膠啊會搞到你條門好難開嘅嚇。咁再睇翻佢啲水壓啦，嗱非常之大，完全冇問題。OK， 入邊都係冇滲水漏水嘅嚇。再睇埋佢呢個座廁排水吸力非常之夠力嘅。然之後咧都係我哋嘅一個鋁扣板天花吊頂。嗱，再行翻出嚟睇下佢主人房，擺咗一張1.8米嘅大床，然之後仲做埋一個訂製櫃嚇，啲料非常靚。咁佢呢間房咧就唔係做推拉門啦，呢個衣櫃就係做趟門嘅，將啲空間利用好足。嗱，點解我做趟門咧？佢設計得非常好。佢做咗趟門之後，你睇唔睇到嗱？呢個活動空間就大咗，唔會話頂住晒。嗱，而且入邊佢嘅收納咧都係非常之多嘅，唔會話壓晒啲位嚇。睇唔睇到 ？OK， 咁呢個景觀咧都係正南嘅嚇，呢間房間俾大家睇下。咁佢呢間房咧就冇海景咧，就唔建議就拆咗個護欄去啦嚇。其實呢個單位就係性價比嘅啫，冷氣都係好新淨嗱。OK， 呢套中間位置性價比之王嘅單位咧，我哋就介紹到呢度嚇。接落嚟講下大家最關心嘅一個環節啦，就係佢嘅 money 嗱。咁而家業主紅本房產證係在手嘅，房產證面積咧係104平。再賣嘅價錢咧係53.8萬。咁至於費用方面咧，你只需要交一個停，是不是53.8萬？53.8帶車位。咁價錢咧係54.8萬啊。咁其他費用咧，你只需要交一個契稅啦，仲有中介服務費就 OK 啦。咁而且呢個單位係仲送埋車位嘅嚇，冇任何嘅隱形垃圾收費嚇，乾乾淨淨，隨時過戶紅本在手。咁水電物業嗰啲都係查清楚晒啦，係冇任何欠費嘅。咁接落嚟咧就優點就唔講啦，啱先介紹都講到七七八八，就講下佢嘅呢套單位嘅缺點。嗱，第一我覺得咧座向啊呢啲樓層都係冇問題嘅，唯獨就係嗰個鞋櫃嚇，肯定要掉咗佢都發晒毛啦嚇。咁第二入到嚟咧賣相算 OK， 但係佢點講咧？長時間冇人住啊，所以就灰塵又比較多嚇。咁風窗肯定係有好處啦，係咪先？呢度係慳翻2皮幾紙，其他嘅話就真係冇太多嘅一個講解咯嚇。OK， 咁呢就過啦嚇。想了解呢一套單位嘅詳細費用、詳細情況咧，記得 WhatsApp 或者 WeChat 我哋。同時我哋公司喺深圳每個關口每日有免費嘅專車來回接送各位嚟呢邊睇樓。嗱，仲包埋餐。嗱，記得啊，訂閱我哋頻道，每日有咁多嘅優質筍盤、靚盤推介到俾大家之餘，為大家量身訂製嚇。無論各位 fans 日後喺內地買賣樓都好，了解內地樓市政策行情都好啦，我哋俾到最專業、最有力嘅意見俾到大家嘅。其實講咁多都想幫到各位 fans 日後賣樓少行好多冤枉路，少使好多冤枉錢嘅，一次成交，終身服務大家。OK， 呢期我哋講到呢度，下期再見啦，拜拜。